学语言的时候最重要、最必要，但是呢最烦、最枯燥的一件事就是背单词。那么今天呢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学中文、英语、韩语这些语言的时候用到的最好用的4个背单词的方法。那么第一个方法就是扫书扫单词，我懂大家都应该没有怎么听说过这个方法，而且应该也没有用过这个方法。我前几个月刷抖音的时候才发现的，然后呢自己试用了一下，然后发现确实好用，然后呢而且很简单的一个方法，然后要给大家分享一下。然后这个方法的话，你要有一个单词，你要有一个准备的单词，你可以把它这样打印出来，或者是你也可以有一个这样的单词书，怎么样都行，反正你要有一个背单词的一个 list， 有一堆单词的那些东西。然后呢，这个就是你从头开始把这个单词是读完，也就是在一个单词是停留5到15秒就可以，就直接把它读完之后，把句子也给读上，然后下一个单词读完了，然后呢读完了之后又重新读，然后又这样读差不多10到20次的时候，你把这本书里面的80%的词汇都给记住了。真的很奇妙，听着就特别假，但是呢，大家相信我，就真的试用一下这个方法，因为这个很简单，而且呢，我发现很有效。第二个就是一个很科学的方法了，我以前在自己的 Instagram 上也分享过，这个是什么呢？就是艾宾浩斯遗忘曲线复习计划表。大家应该也听说过艾宾浩斯遗忘曲线这个东西，这个就是科学家们研究出来了人的记忆的那个曲线，就是人过了多长时间、多少天会忘掉几% 的自己记的部分，就是那些科学家们都研究出来，然后这个表就是帮助你去用最科学的、最有效的方法去背东西，然后呢，背什么东西都可以，但是呢，在这里我介绍一下怎么样背单词。它就是这里有一个学习内容，然后呢，学习内容上自己写一下自己要学的内容，然后后面呢，给你写了时间和你需要看的内容，就1就是第1天，2就是第2天嘛。然后你比如看第9天的，你就是需要5分钟、30分钟、12个小时之后看那一天的内容之外，还要看第8天、第7天、第5天、第2天的内容，就是这样，它就很方便，它就把你需要看的内容都给写出来了，就是按照那个科学的方法，按照那个科学家们说的那个曲线去给你写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计划表。然后大家如果想要这样的一个计划表的话，去我的 Instagram 上找一下我，然后我发给大家。第3个方法就是我最常用的一个方法，什么呢？就是看电影、电视剧、看综艺节目，然后又读书。但是呢，只做这些东西的话，你会背单词，但是那个背单词的时间会很长，你可能就过那么1年2年才有那么比较不错的词汇量。那怎么样的话会很快的能背单词呢？就是你看电影、电视剧或者读书的时候，那些重复很多次，然后又不知道的词给记上，就在一个笔记本上记下来。然后呢，记完之后呢，那一天的晚上或者下一天的早上去看那些单词，然后又看一遍，然后用那些句子造句，这个很重要哈，造句。然后呢，就把它造完句子之后可以合上，然后下一天，然后又去读一下自己造的句子，就这个样子。这个真的很有效，就是你就是总结出来是什么呢？就是你把那些单词用在自己的生活上，造句就是你把那些单词关联到自己生活了嘛，那样就会留在你的脑子里的几率比较高了。然后你还可以试着就是自言自语，用那些词，用那个语言跟自己说话，或者是记笔记，或者跟朋友跟老师聊天的时候尽量用那些词，或者写作文的时候就刻意的去用到那些词，这样反复的用，反复的看，反复的读，这样用到自己生活中的时候，这个才是
最方便、最能牢固的记住单词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。对，第4个方法就是用 flashcard 或者用 APP，就是用工具去背单词。我不得不承认，现在的很多那些背单词的 APP 都特别好用。然后我今天就不给大家推荐了，大家应该都心里清楚。不清楚的话，自己可以直接去自己的 Play Store 或者是可以下载 APP 的那个部分去下载一下，然后试着用就知道了哪个好用。然后 flashcard 的话，就它可能有些人觉得做着比较麻烦，那样的话也有很多 APP 就是模仿 flashcard，就是做了，你就不需要做那些纸，不需要剪怎么样的，你直接用那个 APP 就可以了。然后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，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别的好用的办法的话，在评论区在 comment 那边写一下，然后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去我的 Instagram 找一下我，然后记得点一下 subscribe， 点一下旁边的小铃铛，谢谢。I'm trying to tell you how